继续来看台北市信义区的家人路，最近因为要停铺半暝啊，拢咧施工，结果那就是因为告示牌甲临时的车道规过了无清楚，将家人路的地下道煞规个大塔车踏要点外钟也袂顶袂当，引起民怨。市府是表示，今仔下暗会暂时停工，检讨施工的时间甲指挥，会来赶紧改善。 民众踏伫车阵中，因为等伤久落车沿路尾，还阁拍其他的车辆。这是台北市家人路地下道，是串联市中心的南北向重要交通要道。初到半暝11点出现异常大塞车，监视器翕到大批车辆袂顶袂当，短3分钟，2公里的路程塞1点钟。民众卡1999市民专线，也是报警，拢找无人帮助。 炸掉啊，对啊，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别的路可以替代，就是只有一条，对啊，所以其实还蛮痛苦的耶。下面空气又不是这么好。民众表示，家人路地下道尖峰时段会塞车，也毋过半暝啊塞1点钟真少看。那塞车的原因，亲像甲部分道路封起来有关系。家人路地下道到月底进前，逐工暗时11点到加长工透早6点施工，完成规划告示牌调拨车道的配套措施显然无够周全。指挥施工的交通维护计划红批评是无实际解决问题，那涉及公安危险、救护需求，更加造成公安问题。昨日有接获199的通报，现场及时启动应变机制，有交通中心协助增开路口秒数，来改善拥塞的情形。约1小时后完成疏导。 面对民怨，北市府回应，为初3暗到11透早起，会暂停施工，检讨提升度应该度，还是调整施工时段日期等精进措施，避免塞车恶梦搁一摆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